Hello， 各位大溫哥華嘅朋友，你哋好啊！我叫 Wilson， 你嘅專業保險同埋投資專家，歡迎你哋嚟到我 VIP Money Talk 嘅 channel。見到身後呢棵聖誕樹咁靚咧，就知道好快新嘅一年就會嚟㗎咯喎。咁你哋喺新嘅一年2026年做好你嘅財務規劃未呢？呢一段時間咧，好多朋友仔啊、新客戶啊，又或者舊朋友咁樣，佢哋都會揾我去幫佢哋做啲 RRSP 嘅。因為而家去到出年嘅3月2號咧，就係呢個時機可以買 RSP， 將你2025年嘅收入去減去一部分，亦都即係話咩啊？即係話你俾嘅稅就會可以少啲咯。同時間啊，嚟緊2026年咧，免稅戶口即係 tax-free saving account。今年啊，政府亦都俾我哋咧可以擺7000蚊落去㗎，7000蚊加幣可以擺落去呢個戶口嘅時候，你投資嘅話咧，你免稅咁樣增值嘅喎，賺到錢亦都唔需要加1分錢㗎。我想同大家講咧 ，RRSP 啊同埋 TFSA 呢兩個戶口咧，都係你哋應該好好咁利用，亦都要靈活運用嘅。一個就可以幫到你退休嘅時候儲蓄啦，一路免稅咁樣增值啦。另外一個免稅戶口咧，就可以幫你投資啊，一路賺錢嘅時候1分錢嘅稅都唔需要交，非常之彈性，亦都係隨時攞嚟用㗎。其實我喺大溫哥華咧已經做咗10幾20年嘅專業投資啦，同埋保險嘅經紀㗎啦。其實我都好明白本地家庭嘅一啲需求啦，同埋佢哋嘅挑戰嘅。我唔單止咧可以為你哋提供一啲高質素嘅投資選擇，更加可以為你哋度身訂造，去幫你哋提早退休嘅策略都有添。時機唔等人㗎嚇，如果要買 RSP， 而家就係最好時機㗎啦。嗰個窗口越嚟越縮得細㗎啦。記住係2026年嘅3月2號就係時間屆滿㗎啦。記住，如果你都想慳多啲稅同埋賺錢唔使交稅嘅話咧，記住揾我同埋我嘅 VIP team。今次講住咁多先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